主后2022年12月1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对目屎流出来的信心。圣经咱做来听读诗篇137篇第1到第9节。阮坐伫巴比伦的河边，一想到锡安，目屎就流。阮将琴吊伫遐的柳树，伫遐掠阮的人叫阮唱歌，苦楚阮的人爱阮，互因快乐，讲甲阮唱一首锡安的歌。阮伫异邦，哪唱会出敬拜上主的诗歌？耶路撒冷啊，我若袂记得你，着我的正手揩去袂弹琴。我若袂记得你，若无看耶路撒冷做我的第一欢喜，着我的舌念伫上腔袂唱歌。耶路撒冷沦陷的日，以东人讲，甲伊拆毁，甲伊拆毁，甲伊拆到地基。上主啊，叫你记得迄日，巴比伦城，你应该受毁灭。你安怎对待阮，嘛照安尼对待你的人有福气。掠你的鞋仔摔伫石磨顶，迄款人有福气。以上对目屎流出来的信心。四季进入开工节期，人热切期待圣诞紧到。伫商业化推波助澜下面，圣诞节呈现的绚丽光彩的景象和欢乐的气氛，总是身为基督徒，咱知影圣诞的意义并毋是这个，是上帝的拯救。诗篇137篇是用目屎听候上帝的诗。这首诗的背景是以色列人被掠到巴比伦，场景伫巴比伦河畔。暗示这阵受掠的以色列人经历国破家亡了后，伫异乡已经有安定的生活，检采物质也袂欠缺。总是因并无袂记得外族侵略耶路撒冷的时，以色列所受的羞辱，因还会记得耶路撒冷互巴比伦攻陷的日。以东人冷笑讲，甲伊拆毁，甲伊拆毁，甲伊拆到地基。阁会记得残暴的巴比伦士兵，要将以色列的婴仔摔死伫石头顶。所以诗一开始就讲，阮坐伫巴比伦的河边，一想到锡安，目屎就流。伫平安的日子，以色列人为甚物要执着伫记牢巴比伦人过去的恶行？为甚物言语中要带着咒诅甲愤怒？就亲像台湾人逐摆讲到228，有一寡人一讲到国民政府的作为，就带着愤怒甲悲痛。有的人冷淡讲，迄拢已经过去啊，哪着搁讲？讲了搁再讲。啊是亲像新闻报道某一寡人伦悲剧事件的时，有的人会为着这艰苦心甲气愤。有的人讲，咱毋看一寡较轻松趣味综合综艺节目，安尼就好。诗篇137篇要讲的是，代志无应该是安尼，耶路撒冷无应该受到这种对待。背后蕴含的意思是，攻击也是踢笑上帝百姓的人，拢无视上帝公义的存在，总是恶者的言行，伫天顶的确受记录，落尾的确受审判报应。上时阵，咱也爱反思，看见城恶的事件，为甚物有的人
袂流目屎，也袂愤怒咧。检采是一种无力感，人检采认为家己的愤怒无法度弥补过去的伤害，也袂当扭转现实的错误。检采认为家己伤渺小，对有组织的邪恶根本无能为力。C.S. 路易斯认为，面对邪恶却欠缺愤怒，是一种互人担忧的病态。这种病态的病症，就是对上帝的公义失去信心，对将末的审判无盼望。相反的，面对邪恶所产生的忧伤，也是愤怒，伊的根基是对上帝公义审判的期待。简单讲，为无公义流目屎，祈求上帝会看见，施行审判，这是对上帝信心的展现。提摩太前书第1章15节讲，基督耶稣临到世间，是要拯救罪人。若毋知罪恶的可怕，就袂当知影耶稣救恩的宝贵。注视历史的悲剧，才会当体会仰望上帝是生命上大的动力。默想，看见社会的恶，我是病态的病症，也是甲诗人同款悲切祈祷。看见社会的恶，我是病态的病症，也是甲诗人同款悲切祈祷。咱同齐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求你的神，互我的心苏醒，无互罪恶麻痹，互我伫你审判的宝座前，甲喜乐的人同喜乐，也甲悲伤的人同悲伤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